家。好，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没人理我。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我们今天的星期天早晨，我们一起在喜力来唱我们第一首歌，你是全能神，无人能形容你所赐奇妙大爱，你伟大作为，世上无人能相比。你信实的爱，你信实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找3个人说，很开心在星期天早晨见到你。你信实的爱，你信实的爱，眷顾我一切所需。我高声宣扬，唯有耶稣是救主。主，你是全能神，你是全能神，荣耀的救主，在宝座上你统管万有。你是全能神，荣耀的君王，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感谢主，主你是全能的神。主你的荣耀要降下来，主求你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在看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
主，我们要聚集在这边，我们天上地下，我们要合一的来敬拜你。将天敞开，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让一切焦点转向你，神就在这里，我们欢迎你，宝座前敬拜不停息，天上地下可以敬拜，欢呼耶稣基督，圣洁羔羊，荣耀归于你，天上地下在永恒里敬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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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知道你是统管一切所有的神，但这样的我们，感谢主怜悯我们，关心我们的需要。主，你公义的审判，我们来这边一起来敬拜你。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的手成骨，挺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你的爱如此的深切，你知道我们无以报答。主，祈求你倒空我们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们自己每个人生命的十字架。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的手彻骨顶上苦痛。你公义审判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
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你的爱，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再次感谢主，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你一再赐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们，给我们机会回转向你。主，你的爱是如此的温柔，你是如此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们每个人在手掌心上。主，我们这一生都要明白你的爱，一生的来跟随你。也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礼拜，都在主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请坐。报告我们一起来看周报。公祷事项大家还是特别的来注意，为我们教会、为肢体、为这个世界来持续的关心带祷。我们来看右边的教会消息。本主日上午11点半，知梅牧师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小会。第二点，5月5号礼拜二，台北中会中区牧者夫妇灵修分享，2位牧师前往参加，地点在双园教会。我们来看第3点，下主日是母亲节感恩礼拜，礼拜中有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还有银发族后处兵役的献诗。教会也有准备公益小礼赠送给每一位母亲。在这充满感恩的日子，请大家邀请并且陪同母亲一起来参与礼拜，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上帝。再来，我们看第4点，5月16礼拜六下午1点半要召开小会，下午3点召开长执会，请长执留意。第5点，114年度奉献明细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到那个月献柜里面或公布栏自行拿取。我们来看团契消息，5月22礼拜5上午10点松年团契聚会。再来第2点是5月23礼拜六下午3点是我们妇女团契聚会。那奉献的明细大家自己来看啊，如果有错误的话，我们向那个会计跟干事来更正。奉献。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每个人。在今天的敬拜当中，你再次用光照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照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你是坐在天上掌权的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当我们在生活中感到疲乏、委屈、被误解，或面对人被轻看，或遇到压力的时候，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不把目光在那个时候停留在这个世界里，而是再次的抬头仰望你。相信主，你看见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也听见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呼求。主啊，求你不只是施怜悯的主，你也要叫我们成为懂得怜悯人的人。求你柔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使我们在家庭、职场、学校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我们能够少一点批评论断，多一点包容体谅，也让我们能够少一点冷漠疏离，多一点对这个世界人际关系中的扶持与陪伴。让我们因着领受你的恩典，也愿意把怜悯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主啊，愿我们今天不只是听见你的话，更愿意把你的话带进生活中。求你使我们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带着仰望的心、谦卑的灵，走在你的恩典与怜悯之中。主啊，我们也这个时候也为我们所献上的奉献向你感恩。求你越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也愿这些奉献能成为圣工之用，让更多的人因着教会的服事认识你，经历你的爱跟怜悯。这时候我们也要一起用主你所教导我们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123篇1到4节。好，因为只有短短的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第1节，坐在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正道，今天一节牧师带来的题目是怜悯人的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满心感谢赞美你。每个主日都是复活盼望的主日，每个主日也是我们谦卑来到主面前献上感恩的主日。愿主透过今天的话语，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在场的弟兄姐妹说话。你赐下怜悯跟医治，也安慰、保守、看顾我们心里忧伤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重新站立，奔跑那前面的道路。我们这个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刚牧师一抬头看到黄信，还以为看错了。我想说，我等一下想朝圣之旅啊，怎么就看到？好，有句话怎么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句话反映了活在世上，其实不顺心的事情真的远远超过我们欢喜的事。尤其活在21世纪快速变迁的社会，网络科技进步的时代，可能因为我们这样在场的跟我们第一堂的长辈，其实我们真的差很多，我们经历的世代真的差很多，太快了。我们可能在知识上面、娱乐上面，真是购物享乐的便利性。
但这个世代也发生了以前不曾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管是病毒，或者意外无常的频繁发生。前2个礼拜，我们一个很好的同工牧师，礼拜天还在讲台上讲道，礼拜一就在书房走了，然后也不晓得为什么，就走了。孩子放学看到爸爸已经躺在地上，很多的频繁发生。台湾现在面对很多的问题是，不管大家常讲的老人化、少子化，甚至有隔代教养许多的问题。老人化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大家可能也比较不一定会知道。当然，除了你家里有老人，教会有关怀祭典，我们可以有时在牧师跟有15分钟跟他们心灵鸡汤的分享，那我都会问他们。有的人啊，他如果没来到祭典哦，他一整天没有讲到一句话，而且没有人跟他讲到一句话，那个孤单，那个寂寞。不是我们可以理解。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冲击里面一样，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常常讲说已经没有青年了，教会剩下老人，老人也会凋零，所以教会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台北中会现在开始已经有在研拟，有的教会要合并，让企业合并因为现在牧师又越来越少。那教会有的10-20个人，10-20人。如今的台湾虽然富裕起来，生活物质大部分都不予匮乏，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薄了。很多人都不知道隔壁住的是谁，甚至楼上邻居是谁，以至于人的其实内心是很空虚的，以至于常常有一些的苦难、冲突，艰难就增多了。人很难在这个世界上透过任何的事情得到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真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从天上来，天上的上帝给我们，在我们面对许多困难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怜悯。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首先看第3节到第4节，第3节到第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经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诗篇120篇到134篇这15首，传统上面叫做上行之诗，上行，就好像越来越往上，我们要爬山，爬山，以色列人传统上面，他们在3个大的节日。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住棚节。他们从他们住的地方翻山越岭跟那个佳佳跟那个珍妮这2天也飞到西班牙，对不对？飞得很远，飞到西班牙准备朝圣之旅了有20几天这边朝圣之旅有回来的那个其实在这个朝圣之旅的过程，其实他们也是，他们翻山越岭，他们要去朝见上帝。在艰辛的旅程当中现在可能的路都比较好。以前艰辛旅程，他们唱歌，诗篇其实是用唱的，他们唱出他们心里面的忧闷、委屈，甚至他们的惊慌、他们的不安，然后他们只能这样求上帝的帮助，然后依靠上帝的诗篇，因为在路上他们可能要找个地方睡觉吃饭等等的。其实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旅程当中，也像以色列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风跟雨你朝圣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天都好天气一定是的啦。有时候很累了，我听黄信讲，累了就地上就睡了，路边对嘛，路边就睡了我们生命当中会经过很多艰难困苦，但因为一路上依靠怜悯人的上帝。我们唱出我们自己跟上帝相遇得胜的诗歌我想佳佳跟珍妮他们这一段朝圣之旅，除了跟上帝相遇，我想也对他们可能在人生生命的当中可以找出一条新的一个方向。诗篇123篇的背景可能是受辱期间，或是受辱
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的作品，反映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他们遭遇了外敌的侵入，还要面对生活当中一些有钱有势人的迫害。所以诗人他和同胞他受欺负已经到欺负跟藐视已到了生不如死的。经文说到，他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骄傲人的藐视。这些人都指什么？他们靠自己的聪明，看自己的力量，常常在社会上，他们都是在上位哦。奇怪，这些人他们怎么会在上位？而他们看不起贫穷人，而且这块的人，他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其实，当一个人越来越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他离上帝就越来越远。他心里面会觉得越来越骄傲，觉得我还蛮厉害的，甚至在信仰上面觉得我比较属灵，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都不属灵，我比较属灵。其实不只是弟兄姐妹啊，有的牧师也会这样子啊，他觉得他比较属灵。经文特别，以色列人受到什么？他们受到讥笑，受到什么？藐视的攻击。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每个人都会有经历过很多的高高低低的一个故事，可能在生命历程当中，可能在职场上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外面皮肉伤的伤害。跌倒了，我们可以再站起来；山不转，我们可以转；成绩不好，我们重新再来；工作做不顺，我们认真点做，不行，大不了的我们换工作。可是这个讥笑，安逸人的讥笑跟骄傲人的藐视，他们主要是攻击人的内心，他要让人的心碎掉。其实牧师去探访长辈，我们这边也有之前开过很大的刀的视频在我们当中。其实有时牧师都不担心他们，我觉得现在很多医学可能都会帮助我们。最怕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失去希望。他这个伤害，安逸人的讥笑跟骄傲人的藐视，他这个伤害会进入人的灵魂当中比任何的攻击都还严重，会把这个伤害永远刻印在人一个心里面。箴言书18章21节这么说：生死的权在我们的嘴跟舌我们的嘴巴可以宣告祝福的话，但是也可以带来如刀剑负能量的一个伤害。台湾现在看似越来越富裕甚至股市创造历史新高，3万点、4万点。但是人们在所居住的环境里面，面对的问题、压力甚至破坏一样没有减少。你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跟牧师30-40年前其实碰到问题还是一样。所谓日光底下没有新鲜的事因为在座的我们所有人，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加减都会被讥笑跟藐视这个藐视、讥笑可能来自于我们原生的家庭。其实他们心理咨商很多，在咨商的都是原生家庭受伤的这一块，非常的严重。可能来自于父母，或者是来自手足姐妹的伤害，也有是来自于学校的老师跟同学的欺负，或者是职场上面的长官跟同事之间的打压。教会呢也是一样，一个信仰团体分党结派，所以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黑暗的事情会发生。我想牧师在从信主之后，大概是20几年我都在陪社会青年。其实最早陪的就是洛林跟嘉伟，那时候我们在母会的时候，他们也是我陪伴的常常在听他们分享，他们不管在感情上面，社青就是感情嘛，还有一个跟父母的关系，或者是在职场上面，他们碰到被藐视、被讥笑的故事，那种受压榨，那种被言语暴力，那种整人，我谁抠你要谁回，让人窒息。职场上面很多的打小报告，主管说话不算话。听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他们流的眼泪，而且他们的心也碎掉。其实我带社青其实也蛮有同感的哈。我觉得当初哈，我们那时候我30几岁，我们牧师会请我哈，因为那时候民权母会刚好成立一个社青团契，他可能觉得说，我比他们长一些，然后有社会的经验，比较能知道他们在玩什么啊。以现在的社青牧师也差不多就是你们父母的一个年纪，听你们在分享啊。现在每个礼拜四哈，如果想听可以来哈。有时我听了。你们现在职场上面后碰到的问题，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现在都已经高科技、智慧，拿智慧手机哦，不是拿 Nokia 跟 Motorola 啊，都已经智慧手机了 ，AI 高科技都出来，怎么还在玩跟我们以前的那个年代的游戏？牧师以前在职场上面也被藐视过啊。牧师以前是做业务的哈，我们知道做业务的哈，什么最重要？业绩最重要，啊！你上个月做得好，你这个月做不好，啊，一样，啊。主管上面什么话都讲得出来，啊，牧师讲几句让你们听听看哈。好，假如那个博彦好了啊，博彦在前面哈。博彦，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上个月不是很厉害吗？讲你两句你不高兴是不是？你那什么脸？不高兴吗？哲心，你不高兴，你可以不做啊，你可以离开啊。有类似这样被讲过的举手？你们都没有被讲过啊？职场面或者是被父母亲都没有，那么好，那么好，啊，那么好，还是不敢讲啊。不止在社会，在教会一样会有嘞。牧师有认识一个传道师，他在偏乡服务，他跟我分享，他去世没多久，长老对他各样的服事都很有意见。他也自认为他还年轻，哦，他回应呼召，啊，然后到偏乡。但是有一天啊，长老就突然对他说：“你的价值啊。”你的价值如果放在社会上面，你只有值25000块，你只有值25000。来，我们现在基本工资多少？2.9多，不是25000什么这个数字，重要的是长老用藐视跟讥笑的言语，在对这个传道攻击。你知道吗？当我们人被攻击的时候，主管讲的时候，你大概眼睛都不会看，尽量不看啊。反正30分钟够。以前当兵的知道嘛，班长那边骂，反正你能骂多久就让你骂嘛。反正我眼睛大概都不看，很奇怪。我们被藐视的人常常不看，我们不敢仰望。这个传道一边跟我分享，一边哭，然后他还会自责自己。我知道我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你不可以这样侮辱人嘛。他说你不能这样来侮辱我。牧师相信这个传道，他的心已经碎掉了，他最内心的深处已经碎掉了。其实啊，牧师的阵亡率非常高，你们知道吗？牧师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其实阵亡率很高嘞。弟兄姐妹，可能你现在的人生当中，也有像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他们遭遇到任何形式，可能在生活上面，在环境上面，对你的讥笑跟藐视，你已经忍不住了，甚至这样的藐视、讥笑，让你怎么样，抬不起头来了，或者是你现在陷入身体病痛、煎熬的中间，还是你对未来的目标其实是很失望的，要前进也不对，要后退也不对。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怜悯临到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啊，第一节啊，来，请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诗人知道，在地上遇到很多艰难危险的事情，不是我们有能力处理反抗。
所以诗人他一路上在仰望，他在朝圣的过程当中，他仰望什么？他仰望整个山嘛，他爬山，仰望群山的时候，他远远看到耶路撒冷，他心里会呐喊说什么？我仰目望山，我的帮助到底要从哪里来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我帮助到底要从哪里来，在呐喊。可是当他朝圣越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终于了解了，我的帮助是从天上的主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群蒙拣选的天路客。我们在朝见上帝的这个旅程当中，有很多让我们分心的，有很多绑住我们的东西，就好像什么？约翰一书所说的，肉体上面的情欲，我们肉体上面的情欲，眼目上面的情欲，以及我们今生的骄傲，这一些什么引诱着我们，把我们绑住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第2节，今天最后一段经文，来，请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你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诗人在经文当中让我们知道，当在地上做讥笑跟藐视的时候，我们眼睛需要仰望上帝的帮助。哎，我不晓得大家你们年轻哈，晚上会睡不着觉的举手。哎，仲伦，你那时候怎么办？吃安眠药？上帝对话，大概对多久就会睡着？那还好了，半个小时就睡着了。好，那还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件事情很困难，我们仰望上帝的帮助，直到他怜悯我们，直到他怜悯我们。意思是说，我们碰到了困难，但得到怜悯，要有一段时间，直到他怜悯，直到是指时间啊，意思是不知道要多久啊，不知道要多久。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上帝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求怜悯的这个过程中，信靠上帝是我们生命脱离黑暗、得到救赎的一个契机啊！是得用仆人跟使女仆人跟使女这两种身份来说明，信靠上帝绝不是嘴巴说说而已，而是要真正用实际的行动展现出来。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在面对属灵的征战。只有基督徒在面对属灵的征战啊，不是基督徒根本没有这个事情。魔鬼，他在地上如吼叫的狮子一样，他在寻找我们，他要透过任何东西，透过无常的发生，比如你看那个牧师突然就走，透过很多无常的发生，你可能出车祸，你可能发生什么意外，你可能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像昨天牧师一大早接到一份简讯，我整个傻眼了。他写了一那长，简单就说：牧师，你竟然对我已读不回。我对他已读不回，已读不回，我好冤枉啊！已读不回。那个是一个长辈在过年传了一个那个长辈图，过年嘛，大年初一我说到很多，他忍到现在生气了跟我说我已读不回。现在很多都我任何的关系、亲情、地位、权势，在破坏你我的关系。他要将我们人的心完完全全吞下，让我们没有专心来倚靠上帝。诗人说：“看啊，看啊，看什么？仆人的眼睛怎么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么样望主母的手。”我们都有看宫廷剧嘛，或者看什么大宅院嘛。你看，可能刚刚这样子，我也知道牧师刚要干什么要干什么？那因为我们不是关系，都不懂。
这个仆人跟使女，他懂主人哦，他懂主人要叫他干嘛哦。在以前的时候，主人跟那个仆人跟使女，他们都会要看主人的手，主人都是用手来他们都是言听计从的，主人就是用手来吩咐他们事情的，来去倒茶送客什么，他们都在看，他们都要专心看主人的手，他们都会知道主人的意思是什么。这其中呢，我们看到忠心的仆人跟使女，他们服侍的态度，他们的态度绝对不是懒散的，他们绝对不是懒散的，而且也不是心不在焉的，他们的态度很谨慎，他们眼睛会要专注。比如说，我现在要专注看伯彦的手，伯彦的手你动一下，随便动。对，我要看他的手，看那一边。他随时要盯着主人的手，等候主人的吩咐，完成他交托的任务。因为忠心仆人跟使女，他们知道主人这只手虽然是吩咐的手，去来可能的牧师没有去调查他们都那个，但是他们知道主人这个手也是供应他们生活的手。当他们忠心的服侍主人，主人开心了，他们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地方。弟兄姐妹，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困境的诗人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睛也需要仆人跟使女那个态度来仰望上帝啊。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仰望上帝是随随便便仰望的吗？我们有没有将我们的艰难困苦委屈，将我们所需要的仰望我们上帝的恩典，直到他怜悯啊！牧师一直没有停下来为我们现在苦难当中的那些很严重的弟兄姐妹祷告。从我眼睛一张开，从我眼睛一闭下，因为我知道我能做的、能关怀的都有限，我只能求上帝的怜悯真的临到他们，而且这是一个信心等候的。因为有时这个过程当中又听到消息不好，上帝他虽然高高在天上，但是他愿意看顾卑微的人，他也愿意看顾敬畏的他的人。上帝是愿意听我们祷告的。总是上帝的眼睛也一样，从远远看出针对那些安逸的人以及骄傲的人。上帝一样，我们要有这个确信，上帝的眼睛不只会看我们，上帝的眼睛也一直看顾他们，也看他们，不是在看顾看他们。上帝会审判，上帝会看他们。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盼望。弟兄姐妹，上帝早就将他的怜悯给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赏赐独生的爱子来到世上，他为我们受苦，担当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他所流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过，让我们可以跟他有重新连结的一个关系。举目仰望天，就是要离开地。当我们很痛苦的时候，被骂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直越低。我们要抬头，这层教会最近，所以我们应该是准备好了，来了很多新的代祷名单，也来了很多新的朋友，他们都有不一样的问题发生，他们都需要代祷，都需要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在他们当中。他们也只能在这边，我们都能够仰望上帝。我们要离开人情世故。我们真要离开地上罪对我们的一个辖制，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死又复活的主已经战胜死亡，他战胜这世界对我们任何的攻击，包括讥笑，包括任何的藐视，甚至他想用我们的病痛来攻击我们。但是上帝的怜悯早就与我们同在。昨天护理团契
去探望春枝姐。我们的春枝姐，她真的是一波三折。本来看起来的病痛已经有好转了，但是最近又带来不好的一个消息。目前的决定就是已经不治疗了，就要跟化疗和平的共处。昨天我们的妇女团契有10几个姐妹，在伊利会长带领之下，前往家里面。他们一起唱诗歌，他们一起听春枝姐的分享。有的弟兄姐妹流泪。过程当中，每个弟兄姐妹也对春枝姐说话。我们都在当中看到上帝的怜悯恩典临到当中，不止春枝姐她得到安慰，堂长在对她分享的这些弟兄姐妹，牧师相信他们在分享安慰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得到安慰，甚至得到医治，而且这个医治可能是在他久久以前，他在内心深处他被伤害的那个黑暗，可能在那个当中，上帝医治了他。上帝在昨天妇女团契的聚会当中带来了盼望。弟兄姐妹，牧师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碰到任何上面的问题。上帝早就透过耶稣的爱，当我们内心里面充满了耶稣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一切外来对我们的攻击。牧师昨天也去参加一个牧师的一个封牧就任的一个典礼，过程当中，我去跟台生的一位老师，大家都我跟他打招呼，他竟然不理我。牧师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有得罪他吗？还是怎么样？我被藐视了，被当作那个已读不回。我回来跟志梅牧师分享，但是牧师他讲，这样的东西没办法伤害我。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我们在我们过程当中，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魔鬼撒旦总是会用任何的东西、谎言的东西来攻击我们的心，但是当我们内心里面有更多主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些爱可以来对抗他们，这些爱可以来面对许许多多对我们的引诱，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让敬拜团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你的爱》。主，你再施恩典，你再施怜悯给我们，机会回转向你。主，你创造宇宙万物。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带着双甘心为我，歌手着苦顶上苦痛，一共一生安稳。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次恩典，一再次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来做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怀意念都不是我们眼目所看的地上的一些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些的事情常常捆绑着我们，这些的事情常常诱惑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他在爱里面，我们常常悔改，我们常常仰望主的恩典跟怜悯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常常仰望坐在宝座上面的主耶稣基督。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你依然怜悯渺小的我们，你把一切的最好的恩典怜悯，你赏赐丰丰富富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Man， 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Man Gang》，拍手。主，求你使用我们，主，使用我，哦，主差遣我。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让神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Man gang， 走回家，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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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大声说，哎，大步走，哎，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Man gang， 哎，走回家，哎，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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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语礼拜到这边，会后我们可以去1楼享用爱餐，交谊请安。